Gigi 風雲解構劉定堅8集贈言係戰略執念定係另類金石良言？近期香港 YouTube 界最熱鬧嘅話題，莫過於由資深傳媒人劉定堅師傅主理一連8集嘅嚴明熙系列分析影片。呢個系列好似一套 Netflix 紀錄片咁，引發全城熱議。但呢位咧喺行內出名火爆、往績充滿爭議嘅劉師傅，佢嘅苦口婆心究竟係真心為 Gigi 好，定係一場精心計算嘅流量盛宴？呢個問號由佢啲影片標題開始就已經好大個問號。劉師傅呢一個嚴明熙系列由淺入深，層層遞進，就好似一位嚴師逐步為學生剖析問題所在。綜合翻8集內容，佢嘅標題同核心論點大致可以歸納為天后雛形與危機，開宗明義肯定 Gigi 具備成為天后嘅潛質，但係同時指出佢團隊嘅業餘操作埋下失敗嘅伏筆。舞台劇一束光嘅錯誤決定，重點批評 Gigi 參與音樂劇一束光只唱3首歌。佢認為 Gigi 作為一線新星咁樣做係降格，會被市場錯誤定位為3、4線歌手。TVB 的枷鎖與合約政治分析 Gigi 同 TVB 之間千絲萬縷嘅關係，認為舊有嘅電視台思維會束縛佢嘅發展，甚至暗示存在被封殺嘅風險。欠專業經理人的死穴，反覆強調一個狼性專業經理人嘅重要性，認為 Gigi 目前嘅團隊太過被動，唔識得為佢搶資源、爭地位。舞台劇公關災難以舞台劇門票銷售情況為例，指責佢團隊唔識得製造秒殺嘅公關效應，令外界覺得佢人氣有水分。新人輩出的殘酷現實，提醒 Gigi 市場競爭激烈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而家嘅每一步棋都極為關鍵，絕路。點解我話佢行錯路？將之前所有論點串聯總結 Gigi 目前嘅每一步都係錯棋，正行向一條事業嘅絕路。回應抨擊，重新苦心，面對外界質疑，再次解釋自己嘅出發點係愛之深，責之切，希望用逆耳忠言點醒夢中人。睇完呢個清單，我哋好難先聚焦喺啲標題度，錯誤決定、公關災難、絕路啊！如果真心想提醒一個後輩，你會唔會用啲咁咒人嘅字眼？呢種唔係贈言，而係近乎判死刑嘅口吻，實在令人懷疑。究竟目的係想點醒 Gigi， 定係想透過製造恐慌同對立嚟賺盡流量？然而，如果我哋能夠暫時撇開佢火爆嘅包裝，平心而論呢，佢提出嘅好多核心觀點，例如專業經理人嘅重要性啊、市場定位嘅卡位戰啊、公關手段嘅運用等等呢，都係一針見血，絕對有參考價值啊！呢啲的確係幾十年實戰經驗換翻嚟嘅金石良言，對於任何想喺呢行長遠發展嘅團隊嚟講，都係暮鼓晨鐘，係非常重要嘅提醒。但問題正正呢，就出喺個包裝度，佢將呢啲有價值嘅觀點包裝喺一種極端嘅非黑即白嘅敵我矛盾之中。回顧劉師傅本人嘅事業軌跡，無論係漫畫界定電影圈，都充滿住同人鬧翻商業糾紛嘅黑歷史。佢嗰套唔鬥就係死嘅價值觀，既係佢嘅成功之道，亦係佢爭議嘅根源。咁我哋就忍唔住要問佢今日對 Gigi 嘅教導，究竟係客觀嘅市場分析，定係將自己嗰套鬥爭人生嘅執念投射喺一個新人身上？佢係咪只相信，甚至只希望世界用佢嗰套最殘酷嘅方式去運作？呢個心理上嘅疑問，令佢嘅贈言即使有可取之處，都增添咗一層複雜嘅陰影。有趣嘅係，無論大家認唔認同劉師傅嘅觀點，成個系列影片所引發嘅巨大迴響，本身就證明咗 Gigi 無可比擬嘅市場價值。一個藝人嘅動向能夠持續引發一位資深前輩花費8集影片去分析，側面反映咗佢嘅影響力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嘅層次。大家嘅熱烈討論，無論係支持定反對，都令 Gigi 嘅話題性不斷燃燒。咁作為真心錫 Gigi 嘅樂迷，我哋可以點樣喺呢場風波中得到啟發，或者新時代嘅成功之道，並唔係要 Gigi 完全複製上一代嘅戰鬥格，而係揾到一種更聰明嘅共存方式。我哋可以稱之為佛系戰鬥 Gigi 模式。呢個模式嘅核心係
內外分工。對外，Gigi 可以繼續保持佢獨一無二嘅佛系氣質、純真、謙虛、專注唱歌，因為呢個係佢最珍貴嘅個人品牌。但係對內，佢身後嘅專業團隊就必須具備劉師傅口中嘅戰鬥能力，喺合約談判、資源爭取、公關策略上做到快、狠、準，為 Gigi 喺幕後保駕護航。咁樣 Gigi 就唔需要改變自己去適應殘酷嘅遊戲規則，而係由專業嘅團隊去幫佢玩呢個遊戲。佢可以繼續喺台上做我哋中意嘅嗰個葉明熙，同時又唔會喺睇唔到嘅地方輸蝕。呢個或者就係喺吸收前輩經驗嘅可取之處，同時又能走出自己風格嘅一條康莊大道。條路點行，最終都係 Gigi 同佢團隊嘅決定。而我哋作為樂迷，只要佢繼續開心唱歌，就係最大嘅心滿意足。Gigi 加油！